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美国跨党派参议院访问团来到台湾，引起中科院了解咱无人机的技术。也中科院展示这国产的无人机，其中都有甲美国的厂商来合作的反增加的无人机警方4型。这个无人机呢，会当倒开弹，甲5公分高的钢棒拍透过。 美国参议院校党派议员访问团30参访中科院，关心台湾国防自主量能。中科院一个手展示几啊款国造的项目，包括强飞弹、DIVE-LD 水底无人自主载具等等。原来美国上界有兴趣的是无人机。中科院提出检上反辐射无人机、瑞恩2型无人机，各造警方2型、3型、4型无人机。尤其警方4型是台美合作生产。 中科院还阁头一届公开伊的攻击能力，警方4型挂载弹头，会当甲5公分高的钢棒拍透过。那无人机方面，因为他们会提供一些协助，技术的合作。那这个弹头除了可以供中跟的无人机使用以外，我们这个界面是开放式的界面，所以民间各家的无人机也可以通联使用。所以我们这次是希望到国外推广我们相关的技术走向国际。 台湾头一届甲美商 Curtos 合作研发警方4型无人机，完成台美国防产业合作重要的路展比，目前还阁伫测评的阶段。今年会去美国参加展览，现在20万架无人机敢会纳入国防特别预算，嘛受到关注。 那等到通过测评之后，如果符合我们的作战需求，完成相关的建案文件，我们自然会纳入相关的预算当中。投入了这个新的技术，包括新的导航以及AI 的技术，让它可以变身为新型的一个巡弋飞弹。它的特色就是低成本，而且具有高的命中精度。 台美透过技术合作，打造低成本、远距离、精准多管的警方4型无人机。学者分析，结合强风飞弹、海马斯多管火箭，有机会强化国军源头的打击能力。记者综合报道。 中东战争继续拍，美国总统川普威胁伊朗赶紧同意停战协议，若无就甲因的能源设施，也阁有石油的出口地下击倒来毁掉。不过伊朗是大真的对以色列的燃油厂来出手，连讲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嘛受到攻击，至少1个人死亡。 美国总统川普30伫个人社群平台正式社群告发文表达美伊谈判正顺利，不过发文中告警告伊朗，若是唔结束战争，达成重新开放核武指定协议，美军会防歹伊朗所有的发电厂、油井也甲石油出口的城镇下击倒。 Trump has American forces that are moving into the region. That includes U.S. Marines, as well as other paratroopers. But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or not he's going to go ahead and order this operation on Kharg Island, or to potentially unblock the Strait of Hormuz, or if this is just another negotiating tactic to try to get Tehran to the table and find a ceasefire to end this war. 伊朗政府表示，目前已经收到美国提出15点停火方案，不过嘛批评停火方案伤含，对川普的威胁，伊朗各强调强硬反击的立场，想对以色列的海法炼油厂进行攻击，就连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嘛去攻击，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حيث رصد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وتعاملت مع عدد 13 طائرة مسيرة معادية داخل المجال الجوي الكويتي، وقد نتج عن ذلك استهداف مبنى خدمي في إحدى محطات القوى الكهربائية وتقطير المياه، مما أسفر عن وفاة أحد العاملين فيها。代志发生了后，沙地阿拉伯、卡达甲阿曼拢谴责伊朗对科威特的攻击，不过伊朗还有其他反击行动。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伊朗国会安全委员会伫当地30已经初步批准对核武组海峡征收过路费，包括强化对核武组的主权甲管理权，建立收费结算机制，搁以伊朗货币里亚尔来征收。目前这个方案也由台全体伊朗国会议员表决通过，不过有学者分析，那是伊朗单方面执意要收费，颠倒会伫国际社会互人孤立。虽然伊朗冲突是由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所引起的，不过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川普有意呼吁阿拉伯国家来承担伊朗战争的费用。伊嘛表态，未来川普会就这个问题发表更加一看法。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好，中东战争致使国际油价来大起，冲击石化供应链，连带影响到民生。第二季。
航母自海峡封锁肥料运袂出来，怎起价？野农民若是考虑成本，无爱用肥料，造成讲啊，即个作物收较少，食的就搁贵起哩。野米要出货，爱有袋仔内底，也即个塑胶袋仔呢是已经起3成，都有业者讲哦，要叫货也搁叫无。也做商的用内容用细仔袋塑胶，也鞋仔嘛有塑胶，穿的同款起价大嘛是走袂去。现在塑胶 PVC 水管贵起哩，南马控呢因为运输的成本变高，讲已经起6.5%。当然，莫讲加油的交通工具啦，那咱说车加油这个钱包啊，你听，航空公司嘛就听，油伤过贵，决定讲要起机票钱。中东的战事是开始拍1个月，3月大国最后的交易日，大半是开价走价，盘中一路震动，上价到31,705点，尾盘是收伫31,722点，6795点32关卡失守，嘛创第12大的收盘6点。内面在这场中斗盘后尾也是正重，尾盘逼出13,812张卖单，六个上价点是1,760块。当来看3月大盘加起来已经大落3,691点，加上去年3月上大的6点2357点的记录。我想短期可能要去问我们川普总统，至少长期我刚才讲的，长期应该只要世界的这些需求方向不变的话，对台湾应该大家也要有点信心。吴东亮嘛观察到，目前对工商业界的冲击是包括原油进口成本推升，物价一直起，影响全面加大。另外运输成本和交汇时候出现变数，大家拢要细致来应对。第一步来讲，因为石油车衍生的成本太多了，大家一起努力，我们去针对我们能源的韧性上，我们怎么样分散能源？另外，市场的输入性通膨嘛一直要启动，央行承认讲必要的时阵会采取缩限的货币政策，金融界爱斟酌面对，认为应该降价化解燃料挖靠别人的情形。对塑胶落甲市乱行政刘道英台31立法院必须嘛强调当地协调。第一个要求中油，它能够恢复生产，也请台塑也能够恢复增加生产，应该在4月份马上就可以把原物料生产出来。政府金会持续透过库存管理跟商品的调度，以及跟供应链的合作，让整个修缮商品的供应维持稳定，支持经济部稳定市场的一个秩序的方向。经济部表示讲，已经协调小北百货和政府5金这通路业者，维持稳定的供货，嘛协调顶游的制造商，加强产能的调度和供货的安排，因应市场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航母自海峡封锁，准无法度过，那冲击亚洲、欧洲嘛受影响。意大利就因为讲这个货运的成本来增加，菜色啦、果子啦价格大起，也法国的运输业者就抗议讲哦，油价直直起，因真正挡袂掉。恁家厝定定咧食叫啊粿，这的物件即马拢唔敢买，因为即马菜色是起价唔一款。伫咧罗马的凯旋市场买菜人真正是哀叫，因为生理实在是太歹做。Aumentato giustamente quelli che la portano hanno fatto aumentare tutto. Da morire, tantissimo. Poi ho eliminato la frutta secca perché è diventata oro. 意大利政府赶紧来启动紧急的措施，降低燃油的价格。但是农业市场服务局讲，战争造成燃料甲肥料的成本大起，甲2025年同一期比起来，来啊起8.5%，苹果起3.2%，草唔起17%，桃啊起1.8%。E se analizziamo che 1/3 dei fertilizzanti del mondo arriva dal Golfo e soprattutto sono produttori。伫咧法国巴黎30有几10台大卡车，还有长途的巴士，伫咧公路上看行，向政府抗议。业者讲，即马是观光旅游的大季，因所爱烦恼油钱起甲这尔多，规起甲车驶出来抗议。Aujourd'hui, moi, je suis une petite boîte. On faisait 16 000 € de gasoil par mois, et là, on passe à 30 000 €. Bon, on demande des mesures simples et concrètes, quoi, pas un site internet où on doit remplir des formulaires, tout ça. 法国交通部长表示，政府会伫4月拨款5000万欧元补助运输业，降低企业的冲击。嘛讲，唔知影这场危机长期会变做安怎？法国嘛唔是自愿加入这场战争，毋过这场战争却已经互法国真侪苦楚。根据法国生态转型部30上新的数字，法国燃油平均的价格伫顶礼拜是酷起，已经连续起5礼拜，尤其柴油的平均价格已经达到自1985年有统计以来上介贵的。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韩国电子入境卡甲台湾来自 China 台湾，咱表达抗议，要求韩国伫咧3月31日前回应，若无对4月初1开始，咱就会伫台湾电子入国登记表甲韩国改做南韩。也今仔日就是上尾期限，外交部表示讲，韩国正咧检讨要甲电子入境卡的系统来换新，所以暂慢实施缓解措施。我方刚获悉。 韩方政府为了便利国际旅客，目前呢正在进行内部行政以及技术的研议，以更新电子入境卡系统。考量我方之前已经向韩方表达，期待韩方适切反映我方诉求，所以我方先暂缓更改电子入境系统。 韩国电子入境卡甲台湾来自 China 台湾，咱对3月初1开始甲外交居留证，韩国是改做南韩。也根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的外交部表示讲，正咧检讨要甲电子入境卡的系统来换新。咱外交部决定讲，先观察暂慢实施缓解措施。 疾管署今日针对台湾第一届出现新冠病毒变异株 BA.3.2就去说明哦，也嘛有讲到带膜入境的病例目前是靠1000多人入来。另外公布今年秋冬这个流感疫苗的计划会投入17亿，这个疫苗会买705万筒，予民众来使用。 清明连假要到啊，真侪人会飞出国省，不过要注意，最近国外有出现膜疫情，亲像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台湾就出现2例境外移入，一个是伫美国感染，另外一个是伫印度。较严重的是美国迄位，目前重症并发脑炎，人搁伫咧加护病房治疗，与膜是靠空气传染。卫生单位唔敢大意，2个案例接触者已经扩列1000多人。麻疹呢，在这个成人来讲的话，它造成的症状可能会比小朋友来的严重哦。那有可能的并发症呢，像是这个肺炎啊、脑炎啊等等。那有并发症的这个患者里面又有这个5%到10%有致死的可能性。另外，疾管署也公布台湾头届出现新冠病毒变异株 BA.3.2，个案是一名新加坡来台旅游的10岁囡仔，伫机场发烧，叫人检测出来。疾管署指出，这个新冠变异株现在开始伫咧无同的国家流行。BA.3.2 病毒株它比较特别是说，它有带大概70多个跟过去流感跟这个过去新冠疫苗比较不一样的突变基因，所以比较担心流行的比较大，而且对疫苗的保护效果会减弱。疾管署指出，未来新冠变异株敢会引起大流行，佫需要观察。另外，疾管署也公布今年秋冬公费流感疫苗的规划，今年会投入17亿，买705万筒的疫苗，经验创新高，而且嘛头届采买20万筒的加强型疫苗，提供时大注射，希望会当提升民众的保护力。记者陈林秀凯台北报道。缅甸军政府领袖敏昂莱当选副总统，也缅甸的法律是讲，副总统会有3个人，对这3个人内底选一个出来做总统。即马敏昂莱就以文这个身份要拼总统一局。ဒုတိယသမ္မတလောင်းရွေးချယ်နိုင်ရန်အတွက်ဗိုလ်ချုပ်မူကြီးမင်းအောင်လှိုင်တပ်မတော်ကာကွယ်ရေးဦးစီးချုပ်အားအဆိုတင်သွင်းပါကြောင်းလေးစားစွာတင်ပြအပ်ပါတယ်ခင်ဗျာ。缅甸国会议员提名69岁军政府领袖敏昂莱做副总统，另外一位议员对咧复议，敏昂莱也伫同一天离开15年的国防军总司令职务，要向文职身份参选总统。无意外伫过一天的国会投票内底当选副总统，佮被推举参加总统选举。以控制去年大选，缅甸的实际领袖昂山素季因为领导的政党摕到压倒性胜利，和敏昂莱领导的军方体系真无满意，伫101年发动政变。敏昂莱用超过19项的刑事罪名起诉，拘禁昂山素季，佮解散伊政党，引起缅甸内战。根据路透社报道，伫敏昂莱军事镇压之下，内战总共造成全国将近9.3万人死亡，也有超过360万人有路无厝，各种冲关本岛脆弱的经济。敏昂莱统治15年，缅甸军政府不伫2015年底到今年初举行国会大选，不过煞立法排除昂山素季的政党甲其他反对党来参选，将抗议甲批评选举的人看作是罪犯，引起国际之间的质疑的声音，而且互联合国甲西方国家认定选举就是一场骗局。不过敏昂莱强调，伊无晓伊是毋是互外国承认，敢来认定国内人民的投票结果。去年3月底，缅甸发
发生7.7个强烈地震，造成超过3800人死亡。明海南也主持地震10年紀念儀式。နိုင်ငံတော်အနေနဲ့ငလျင်ဘေးပြန်လည်ထူထောင်ရေးကဏ္ဍနဲ့အကောင့်တွေပေါ်ဆောင်ရတဲ့ရှိနေပါတယ်။လက်ရှိချိန်ထိကစားအသီးသီးမှာပြည်စည်းမှု84%ခန့်ရှိပြီးအချိန်ကုန်နဲ့ဆက်လက်ဆောင်ရွက်လျက်ရှိပါတယ်。当地媒体报道，缅甸要选出3位副总统，除了民航来第2位选出副总统，也是真侵军方背景的政党联邦团结发展党机关。第3个是由军方来选出。公视新闻新竹报平报。刚刚在歌曲《士林地窝名声通世界》，伊的代表作就是《铁达尼号》的主题曲，也伊捌得过500个格莱美奖。歌曲的生涯当中呢，全球这个唱片的销量啊是超过2亿张。不过，《士林地窝》伫咧2022年底呢来暂停伊的事业，就是因为伊得到强硬临症候群。这个行路会袂知，讲话会袂清楚。不过呢，加在是有药啊会当来控制。士林地窝的正营这个病，即马宣布9月要登来歌坛办演唱会。I've missed you so much. This year, I'm getting the best gift of my life. I'm getting the chance to see you, to perform for you once again in Paris. 歌坛天后士林地窝30宣布，今年秋天巡回舞台，9月至10月要伫巴黎拉德芳斯体育馆举办10场演唱会。伫这进前，巴黎的街路已经有出现真侪首伊的金曲海报，引起话题。31天埃菲尔铁塔的灯光秀，周围拢有伊经典情歌，每场真欢喜伫翕相，也对伊搁再出来唱充满期待。Ma famille, elle l'adore, que je l'écoutais quand j'étais petite, que c'est vraiment toute mon enfance et c'est ma nostalgie. 士林地窝1990年代唱电影《铁达尼号》主题曲大红，变全球出名的歌手，演唱会甲专辑收入全球第一。2022年底，伊公开家己去治疗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铁皮症，会致使严重筋膜蔓延，甚至影响声带，只好暂停演艺事业接受治疗。伊2024年伫巴黎奥运开幕式献唱，大家伫邀伊会搁出来唱，即马总算成真。That I'm doing great, managing my health, feeling good. I'm singing again, even doing a little bit of dancing. 士林地窝伫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出世，为法语乐坛开始唱，法国嘛一直是伊重要的市场之一。为法国巴黎搁出来唱演唱会，预售票是4月初7，4月初10正式卖票。公视新闻4会中编译。匈牙利布达佩斯伫1966年一战过后，为着要运输物资，是引进40台的小型电车行伫咧路的。到今历史已经有8档，不过这个城市的特色小型电车，即马敢若剩3台有咧行。古早零件摩擦声响伫布达佩斯的街路，远远听到就知影，母骑士货运小电车来啊！插一个车卡就往后果起滚，驶伫街路，真轻人会敢讲，也毋过伊一向无载人只载货。今年是母骑士小电车100年庆，当初因为疫情过了后，大部分的货运基础设施拢互破坏，为着运送货物甲原料，1926年布达佩斯政府引进40台小型电车，互因行驶伫热烈的路面铁路上，即马只有3台也咧运行。Nekik a fenntartási költségük az a szinte nulla egyenértékkel rendelkezik, mert nagyon egyszerűen karbantartható egy mai jármű összetett elektronikájához képest ebbe. 迄当时的工程师是利用战争中防毁损的车辆的零件去组成伊的电力驱动系统。即马母骑士主要用途除了货运，也有运送各种的电车到维修厂。过去2年了后，伊捌互用来清理战争残骸。也毋过为顶一个世纪60年代起，伊方加装土色设备，转变做土色车。100年小电车本身也经过未少的现代化翻新。2018年，布达佩斯政府为因加装驾驶座加暖气，至少互司机会当坐落来，寒天也免伫车厢内寒甲皮皮喘。这挂百货电车的结构虽然简单，也毋过并唔是每一个人都会当轻松来驶。Itt nem elég csak vezetni, illetve a táblákat meg az utasítást ismerni kell magát a járművet. Itt úgy szoktuk mondani, hogy a járművezető seggel vezeti a járművet.
布达佩斯公共交通公司希望尽量透过现代化改造，让这个人存轨达的母汽车会当继续运行落去。伊的存在也为布达佩斯街路帶來無共的風景。Mindig egy pozitív élmény menni vele és közlekedni vele. Fotóznak, mosolyognak, integetnek, mi pürtölünk nekik. Tehát egy alapvetően ugye ritka járműről beszélgetünk, megvan a fadoboz, a guruló fadoboz jellege is, tehát én úgy gondolom, hogy mindenkinek mosolycsol az arcára. 這款風叫做滾動車廂的小電車，見證布達佩斯的100年風霜，到達遊園時真勇行，將承載這個城市的歷史故事繼續滾動落去。風事新聞洪龍梅編譯。感謝觀眾朋友收看《今日新聞世界通》，明仔載同一時間再會。